咱台湾用过一年有14000吨的往来食客销对中国去，不过今年9月中国宣布暂停进口台湾的往来食客，为了要帮助农民，北农即马推出线顶买卖服务，便来到现场就当落订单，希望会当增加食客的销路。一粒一粒把人的往来食客，唔但大了股票嘛真10%。11月到明年3月，往来食客大出。今年9月，中国宣布暂停进口台湾的食客，为了补欠口，中央地方提出各种方法，亲像北农就推出预约交易，刷停作业变到拍卖现场。所以我们5000公吨的外销绝对没问题。6大加工业者，每一家承诺500公吨到600公吨，总数超过3000公吨的加工。更重要的就是要来做5000公吨以上的国内的行销，直接产地 A 到 C， 是我们的交易手续费，就是买卖各1.5，会退给他1%。如果量少的那没关系，那就 A、B、C。到批发市场来，那这个一样会给他奖励。北农表示，11月开始就透过超市、线顶等等通路加强销售，数量达到256公吨，是去年同期的7倍。针对前一阵仔传出产地价销大落的问题，北农强调，价销跟去年比平并无什么差别。凤梨世家的价格我们都在监控，都在看，特别是因为这里是批发市场，那也是大家全国的指标的价格的指标。那最近我们都还在60几块，跟去年同期差不多。我们会让农民的在产地的价格就是得到合理的价格。那我们会把这一段从产地到这里的这个中间，那个管销费用，那尽量压低。陈吉仲表示，预约交易机制会使予以后伫拍卖时免遐大的空间，搭配机器检验、标准化的包装处理、冷链流程等等，会使提升农产品的价值。记者郭坤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